各位中三嘅同學，大家好啊！我係 Miss 劉曉晴老師啊。咁今日好開心可以喺度同同學分享呢高中中國歷史科個課程嘅大綱啦，同埋呢一科嘅考核重點啦，以及咧就讀中國歷史科有啲咩嘅出路嘅。咁近排咧亦都對於高中中史科有好多嘅討論啊，唔知同學有冇留意到呢單新聞呢？咁就講緊咧，高中嘅中史同埋歷史科咧會推出咗一個嘅優化課程大綱啊，咁咧就會新增咧好多嘅一啲文化史啦、經濟史嘅課題啦，亦都會將個考核內容咧由中華民族啦嘅起源啦，即係舊石器時代啦，讀到去咧新中國成立之後咧，點樣去推行一啲社會主義嘅一啲改革啦。咁同學就可能會有個疑問啦，究竟我哋會唔會受到影響呢？咁個答案咧就係唔會嘅，因為同學如果係嚟緊9月份啦去選修中史科嘅時候咧，我哋應考嘅係2029年嘅 DSE 嘅，咁所以咧呢個優化課程大綱咧就未適用於咧同學嘅身上啦。咁但係同學都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初步了解先啦。好啦，咁同學亦都會問啦，究竟高中揀中史科讀啲咩咧？個考核方式係咪同初中一樣咧？咁初中咧其實係俾同學有個宏觀啦、概括嘅了解嘅，而高中咧我哋個考試方式啦，咁就會以資料題咧作為一個主導啦，亦都多咗更多嘅論述題目嘅。除此之外，亦都會有啲 MC 嘅選擇題啦、填充題啦、配對題啦咁樣。希望同學咧喺初中嗰個學習基礎上面咧，進一步去深化歷史嘅知識啊，訓練到一種高階嘅思維能力嘅。至於個考試時間咧，咁卷一係2小時15分鐘嘅，而卷2咧就1小時20分鐘啦。咁即係換而言之啦，咁成個考試時間咧就係3小時35分鐘。咁而家講下卷一究竟讀啲咩啦？咁卷一咧就係讀緊中國歷代嘅發展嘅。咁我哋會喺中4同中5呢2年嘅時間入邊咧，同同學咧讀晒成個卷一嘅內容㗎啦。咁咧卷一嘅內容咧係必修嘅部分嚟嘅，係佔成個 DSE 嘅70% 嘅。咁咧分為咗2部分2 part 嘅。甲部咧就會讀上古去到19世紀中葉中國嘅發展，就由西周嘅時候嘅封建制度啦。讀到去咧清初嘅民族政策，而乙部咧就會由19世紀中葉列強入侵啦、鴉片戰爭啦，讀到去20世紀末嘅中國發展嘅，咁就包含咗咧中國嘅對外關係啦。咁考試方式嘅係點樣咧？咁同學可以望下呢度啦，橙色呢個框啦。咁我哋咧係有即係2部分啦，一部分係必答題，必答題咧就涵蓋晒甲乙2部分啦。咁即係有同學就會話咁我淨係讀甲部，淨係讀咗古代史啦，由西周讀到去清代得唔得咧？咁係唔得㗎，因為咧可能咧必答題出一啲改革開放嘅課題，咁你就未必能夠應付到㗎啦。咁至於咧選答題嗰部分咧，就會咧喺甲部同埋乙部咧各自咧會有3題嘅，甲部3題，乙部3題，咁同學分別咧去選答1題就可以啦。咁由於咧中國歷史咧個課程咧，亦都係即係中國歷史朝代好多啊，亦都係即係涵蓋咗4-5千年啊，咁同學就會好擔心會唔會應付唔到咧？咁其實咧教育局咧亦都係好好咁樣羅列咗咧每一個課題咧嘅學習要點嘅，例如同學去讀周代咧分封政策嘅時候咧，我哋咧係需要掌握到咧第一次封建啦，同埋第2次封建咧形成咗點樣嘅政治局面啦。要知道咧嗰啲封建嘅地圖啦，咁同埋點樣可以促成到咧中華民族嘅傳承嘅。而第2個課題啦，春秋戰國嘅政治同社會變動咧，我哋個重點咧唔係講緊嗰啲兵器武器嘅即係變化啦，而係咧會即係將個焦點咧擺翻喺咧西周啦、春秋同埋戰國咧3個階段政治同埋社會2方面嘅不同之處嘅，亦都期望同學可以掌握到咧春秋戰國時期啦，點解會有九流十家咧？點解有儒墨道法咁多唔同嘅思想學術出現咗咧？或者於同學最喜歡嘅秦漢啦，亦都會咧了解咧點解秦始皇咧用法家思想去治理國家嘅原因啦，點解漢武帝會推行獨尊儒術啦。咁我哋讀好多朝代嘅時候咧，亦都係需要知道啦，
點解皇帝要推行呢啲政策措施啦嘅背景啦、原因啦、措施嘅內容啦同埋影響嘅，亦都期望同學可以咧評價到每一位君主嘅一啲政策嘅利弊啦。好啦，咁住卷二嗰部分咧就係歷史專題嚟嘅。咁咧近年嚟啦，卷二呢部分咧就變咗做即係可以唔答嘅。如果同學咧唔答卷二呢份試卷嘅話，咁最高只能夠得到 Level 5嘅成績嘅。咁我都粗略講下卷二係做緊啲乜啦。咁卷二咧就係選修部分，咁就佔 DSE 30% 嘅。咁又總共有6個課題啦，包括咗20世紀中國傳統文化嘅發展。承傳與轉變啦，地域與資源運用啦，時代與知識分子啦，制度同政治演變啦，宗教傳播同文化交流啦，同埋女性嘅社會地位、傳統與變化嘅。咁呢6個單元入邊咧，各自都係有3條嘅題目嘅。咁同學只需要咧喺學習選修部分嘅時候，選修其中一個單元咧。去學習就得㗎啦。咁即係例如我哋學校啦，選修時代與知識分子嘅話咧，咁你係唔需要讀另外嗰5個單元啦。而考試嘅時候咧，佢係會有3條題目俾你去選其中2題去回答嘅。咁至於考試嘅題型又係點樣咧？咁 DSE 考試嘅題型咧，亦都好多唔同嘅變化㗎。咁首先第一類咧比較基本少少咧，就係選擇題同埋填充題嘅。咁咧考試咧亦都會提供咗個選項俾你啦，咁比較容易處理嘅。咁所以同學喺溫習嘅時候咧，係需要注意晒即係注意一啲嘅專有嘅名詞啦，包括一啲歷史人物嘅名稱啦、地名啦、國家嘅名稱啦、機構嘅名稱啦、事件嘅名稱啦等等嘅。而至於近代史嘅時候咧，亦都係需要知道嗰個年份啦，同埋啲數字嘅。好啦，第二類咧就係啲4至6分嘅短答題。咁例如第2題咁樣啦，咁我哋喺個資料嘅基礎上邊咧，同學係需要回答到咧呢2項措施嘅具體內容同影響。我哋翻去前面先啦。咁頭先嗰則資料咧講緊嘅係焚書坑儒呢2項措施。咁所以同學咧，例如你答坑儒嘅時候，你要講秦始皇咧就咧下令咧喺咸陽嗰度咁就坑殺咧460位嘅儒生嘅。咁樣，咁即係你要有埋具體嘅數字啦。咁所以溫習嘅時候，亦都係即係同學咧要加倍注意啦。咁另外咧，例如我哋亦都會咧去考同學啦。點解漢武帝啦？即係推行獨尊儒術咧？同埋有啲咩措施咧？另外咧，亦都會問到咧，北魏孝文帝漢化措施嘅內容啦。點解北魏孝文帝要由平城遷都去洛陽咧？點樣去推行到漢化咧？等等一啲相類似嘅題目嘅。咁希望同學咧當中咧可以即係有個組織嘅能力。第3類咧就係漫畫題嘅，喺剛剛過去2022年 DSE 亦都有出到啦。咁最主要咧有2類嘅考核嘅模式嘅。第一類就係希望同學咧睇完呢幅漫畫之後咧，可以知道可以分析到作者對於呢件歷史事件嘅一啲觀點。又或者係會問你咧，究竟呢幅漫畫點樣可以有助你去了解呢個特定嘅歷史嘅時代，呢件事件嘅起因緣由咁樣啦。咁但係呢個漫畫題，我哋亦都會喺高中呢3年嘅期間咧，會同同學做一啲嘅訓練啦，亦都會教導同學咧，透過漫畫之中人物嘅表情啦、動作啦、服飾啦、對話啦，乃至標題咧，去做一啲分析啦，去找尋咧究竟作者想表達啲咩重要嘅道理嘅。第4類係地圖題嘅。咁喺唔同嘅朝代啦，亦都會咧需要溫習一啲重要嘅地圖嘅，例如西周嘅時候，你逃唔過咧都要溫習咧西周第1次封建同埋第2次封建嘅時候咧啲封國嘅所在位置啦。咁近代史方面啦，例如我哋係需要知道林則徐去焚燒鴉片嘅地點啦，中英咧喺鴉片戰爭之後啦，喺邊度簽訂條約啦。義和團嘅起源地啦，等等啦，咁所以個關鍵亦都係同學咧喺學習每個課題嘅時候咧，需要咧自行咧或者係喺老師嘅教導之下咧去整理個人嘅筆記嘅。
第四類係論述題，咁論述題咧比頭先講嘅 MC 啦、人物配對題咧就更有挑戰性啦。咁但係亦都可以我哋係透過時間去克服嘅。咁例如咧我哋會咧考問同學啦，點解清代嘅君主咧清代嘅君主對於藏族同埋對於漢族有啲咩嘅管治嘅策略咧？咁但係咧呢個嘅回答嘅方向咧係需要建基於個資料㗎。例如藏族嗰度啦，我哋見到實行咗乜嘢制簽法咧？咁金瓶制簽法啦，同埋咧設置咗駐藏大臣。咁呢個政策反映咗其實背後咧佢係崇其教而抑其政啊嘛，係咪？咁同學就要喺呢個方針上面咧，即係逐步去做分析啦。咁C例如剃髮留辮啦，同埋行文字獄啦，咁你需要咧解釋呢個措施內容咧，亦都係講緊背後其實係對於漢人嘅一種高壓政策嚟嘅喎。咁所以咧論述題咧，除咗係有資料嘅基礎上面做延伸啦，亦都係需要具備多角度嘅分析能力嘅。跟住第五類啦，就係評論題嘅。咁評論題我哋亦都會教到同學喺作答嘅時候咧，需要有論點啦、論據啦、論證嘅過程啦。再高階少少就需要具備駁論啦。咁希望同學咧可以學習中史科嘅時候，唔係淨係單純背誦㗎，亦都係需要學習到點分析唔同嘅政策措施嘅利弊啦，去析論翻事件嘅主因啦，評論歷史人物嘅得失啦。咁舉例嚟講啦，2025年曾經出過呢條題目啦。貞觀之治嘅成就，有人認為咧係建立喺開皇之治嘅基礎上啦。有啲人就話係唐太宗嘅個人能力咧所致㗎。你比較同意邊種説法？咁所以咧，你喺回答呢啲題目嘅時候咧，15分題咧，咁書寫嘅篇幅咧就即係較多㗎啦，即係需要咧逐步去建構啦，亦都係需要有個比較㗎，唔可以淨係答咗其中前面嗰部分而忽略咗後面啦。咁所以亦都係需要喺堂上嘅時候同同學一齊去做思維嘅訓練。咁我哋去思考點解要讀中史科嘅時候咧，最重要都係希望同學咧讀通成個中華文化嘅演變啦，達至明辨事理嘅呢項目的嘅。如果同學咧記得中二嘅時候，我哋有講過咧，明代有件事叫做東林黨爭啊。東林黨爭咧，即係其中一派啦，就係顧憲成啦、高攀龍啦，咁佢哋就成立咗東林書院啦。東林書院咧門口咧有一副對聯嘅，寫住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呢句説話其實同我哋中史科個選修都係好有即係關係㗎。我哋作為中華民族嘅一份子啦，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我哋有責任有義務咧去了解成個國家演變個歷程嘅，同埋我哋係需要咧兼濟天下嘅，用自己嘅知識，用自己嘅能力咧去改變社會嘅。好，第二點就係希望同學可以學習前人嘅經驗啊，以古為鏡啊，同埋明辨嗰個得失啦，咁可以避免犯上同樣嘅錯誤啦。咁同學又會再問一條問題㗎，就係咧，究竟選修中史科有啲咩出路咧？咁其實同學都無需太擔心嘅。而家呢個社會上面啦，讀中史科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就業嘅路向啦。我哋講咗喺大學相關嘅啲學系先啦，喺香港中文大學有歷史系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亦都開設咗中國歷史及文化嘅主修課程啦。浸大亦都有歷史系啦，城大有中文及歷史學系啦，理工亦都有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啦。咁同學可以留意相關學院嘅一啲資訊啦。咁究竟就業方面，興趣可唔可以作為自己嘅一份事業嘅發展嘅一個空間咧、出路咧，係可以嘅。咁例如好多嘅一啲歷史系嘅畢業生啦，佢哋會成為中學啦、大學嘅歷史科嘅老師啦。又或者咧，佢哋喺博物館嗰度工作啦，成為館長啦、研究員啦、策展嘅人員啦，或者導遊啦、文化嘅導賞員啦。咁由於歷史科咧唔係一科背書嘅即係科目啊，即係唔係淨係單純背書嘅科目啦。其實我哋最主要係嗰個思維嘅訓練啦。咁所以咧，同學咧喺學習歷史嘅時候咧，加強緊嗰個組織嘅文書嘅能力嘅。咁所以好多畢業生亦都可以咧喺政府入邊任職啦，例如做議員啦、行政主任啦、文書主任啦等等嘅工作嘅。又或者係教材嘅出版人員啦、新聞記者啦等等。咁所以個出路咧亦都係即係好多元嘅。
咁另外啦，最後一點啦，就係、同學喺選修中史科嘅時候，需要考慮啲咩因素咧？咁我認為最重要第一點就係同學要考慮下究竟你自己對於呢個科目有冇興趣，同埋有冇學習嘅動機。因為好多事情咧，如果你冇興趣嘅時候咧，你拎起本書咧，你就會即係昏昏欲睡啦，完全唔希望接觸到嘅。咁所以你需要考慮下自己對於中國歷史，對於呢啲歷史故事啊，社會個變遷有冇好奇心咧？你係咪享受緊上有古人嘅樂趣咧？同啲古人做朋友嘅就學習中史科。另外第二啦，就係、同學嗰個記憶力同埋組織能力係咪即係可以應付到成個高中嘅課程咧？無可避免地咧，中史科咧係需要背誦一啲歷史嘅史實嘅，我哋唔能夠虛構歷史噶嘛，作一個故事出嚟噶嘛。咁所以咧喺個過程中咧，你係需要付出努力嘅，不過努力咧係有回報嘅。亦都咧需要即係要求同學咧去分析啦、論證啦、組織論點啦，去寫文章咁。所以同學如果咧害怕寫文章嘅時候，你都需要考慮呢點，自己係咪可以應付到個課程啊？好啦，最後啦，咁就係咧，其實歷史科唔無聊㗎。睇下幅漫畫可以見到啦，我哋成個學習中史科嘅歷程之中，我哋係同伴啦，我哋係奮鬥嘅伙伴啦，係大家一齊咧去並肩作戰啦，一齊去面對成個 DSE 文憑試嘅挑戰啦。咁所以其實同學咧就即係無需擔心嘅。同埋你喺學習中史科嘅時候，你會發現其實好多樂趣㗎喎，比打機更加好玩啦，可以學到好多古人嘅智慧啦，可以即係幫助我哋成個個人嘅成長啦。咁期待同學咧喺高中嘅時候選修中史科咧，一齊去探究古今之變啦，一齊去開啟成個中國歷史嘅旅程嘅。咁我嘅分享喺呢度啦，如果同學有問題嘅話，歡迎咧去教員室去揾我咧去做一啲嘅諮詢㗎。